吃维他命 B 啊，或者综合维他命 B 群啊。好像皮肤炎哦，是要用维他命 B 群啊。杏仁啊，杏仁说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B 群啊。薏仁啊，薏仁啊，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B 群，更正为薏仁哦。但是孕妇怀孕的妇女说不要吃薏仁哦。人要修身养性啊，戒淫啊，一个月不能超过3次4次呢，一个晚上不可以2次呢。要戒淫就是要守护身体的3宝，精气神啊，精不足会有毛病，皮肤病啊，像炎冷的冬天最好要独睡，要得到长生，要独睡昏黄就对了。古人哦。女人怀孕以后就要夫妻分房了，她长大才不会性情奇怪怪异。精气神3宝，冬天的时候要固守精液啊，到了隔年春天才不会皮肤病啊。